以往咧有一啲大型工程咧出現超支嘅問題，就啲成為咧反對派喺度攻擊嘅目標，亦都成為佢哋喺度攬炒拉布嘅藉口啊等等。實際上咧係嗰啲唔係話冇超支，但係實際上超支咧亦都有各種可能工程上嘅原因等等，要客觀去睇。關於呢個建造業產業大樓咧，其實即係唔客氣講一句，我覺得呢個咧我都批評好多，根本係一個緣木求魚嘅方法。而家喺一啲空曠嘅土地上嘅一啲建造行業嘅其中一啲關鍵嘅工序啊，或者係儲存地啊咁樣，你可以問下佢哋經營者係有幾多係能夠負擔得起咧上樓，而且上呢啲咧係肯定建造個成本好貴嘅大樓。因為你要嗰個承載咧都去到咁高嘅話咧，仲有貨櫃都可以上到樓，你諗下呢個建造成本幾高？有幾多嘅相關建造行業係能夠嗰個增值係咁高，係能夠負擔得起上呢啲樓咧？當然，如果你話其中一部分咧係當係咧係安置啲拆遷戶嘅特優租金，就另一回事。咁所以點解我其實一路都講咧，我唔係反對，但你諗下用呢個嚟解決嗰個建造業嘅用地嘅問題咧，係緣木求魚。